1991年嘅一条歌，我乃因北京，创作部营队啊，有了动到无穷嘅想象，咩可以来动到营对北京嘅向往。第啊，你看得到动到新建沙嘅现代高楼，咩做嚟啲西路地度，前到充满文化嘅老胡同。喺北京有千高等嘅大學，係動到學生求學嘅身體，咩係動到人開啟夢想嘅地方。下擺就停喺台灣，喺北京，天天來感受中國百年來嘅歷史轉變。有3000多年文化嘅北京，喺歷史上是喺五代都城，豐富嘅古蹟文物，壯麗嘅宮廷建築。也按多年來，也條風格文化就係呢樣嘅人天朝愛看嘅景點，順定元旦上重建嘅意範，自古以來保持得老嘢嘅風法，未保有上重女嘅建議。一條風法想到呢行嘅人停留下來，連拜訪嘅鄉親，又係乜嘅原因停留喺北京咯？去到北京市中心兩所看到嘅建設，唔聽你係老眼有冇同樣嘅感覺？就像啊，做得披到幾百年前嘅空氣，有一種時空錯亂嘅感覺。然後呢，就像係去到個天陽嘅重慶地圖，多麼真實。去到咧，你講一生人地圖，聽說係去嘅景點之一個哟，係講你想要了解韓那度嘅北京，一下就停喺台灣，向下來一千年呢，客家鄉親東明好泰國，董大哥，哎 ，Hello， 哎，大漢你好，哎，看起來一個裝扮啊，當將一個設計師呢，啊，真的嗎？太熱了哎，要留一個呼吸，留好久了。哇，你來到北京那邊幾久了啊07年底08年待到現在7年多。哎，唔過啊，講到你家當時你有冇乜嘅原因俾你來到北京呀？那個？因為我2000年就來到大陸嘛，然後公司調來調去，其實03年有調來過北京，調來1年，然後又被調走，然後呢07年又再調過來，08年底我就決定就留在這，就不想走。因為我從小給爺爺奶奶帶大，那我爺爺從小就是在北京長大的，所以北京對我來講，雖然我沒有來過，但是常聽我爺爺這樣講，其實我對他的情懷還是蠻深的。對，另外一個當然是工作原因啦，因為工作就老闆就派你來，我就必須得來嘛。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北京這裡是一個美食之都，我因為非常喜歡到處去吃美食。等一下我帶你去吃一家那個北京的老字號的小吃。小吃？對對對。係乜嘅東西？是爆肚。爆肚哦，爆肚。對。唐人用按藤講哦，爆開的爆嗎？對對對，爆開的爆，然後肚子的肚。哎呦，剛才吃到會俾你爆開了。前門大街係明清以來商業發展、傳統建築文化地圖淺有特色嘅街路。雖然長過幾百，不過係做得披到老北京嘅美食。不過可能當多人唔知，前門大街嘅驚喜其實係抗啲商業地圖嘅財體秘密。人講民以食為天，想要更加了解北京，就對事開始咯。它那个肚啊，是牛羊的胃。哦，牛羊有4个胃，形状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樣。口感不一样，火候也不一样，所以一块儿那个搁在涮锅里呢，有嫩的，有老的。如果那嫩的呢，煮时间长了以后嚼不动了。那老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更老了。爆啊是那个煎炒烹炸涮蒸烤爆，其中的一种咱们中华美食的一种烹饪方法。宫爆鸡丁、葱爆羊肉，这个爆呢就是包括是水爆、油爆、盐爆，老北京的传统小吃，也算宫廷御膳。因为我爷爷呢，那个光绪年间10几岁那会儿吧，太爷闯了这个字号以后呢，10几岁时呢就往皇宫里送着肚子。哦，先吃最硬的羊葫芦、羊肚板、羊实杏、羊蘑菇。羊蘑菇，这不了解的人听到这个名字，其实想象不出来。它为什么叫这个蘑菇和葫芦呢？因为它形似。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不然我们以为就吃这个羊肚就是羊肚，就是一种而已。对。然后要趁热吃，是不是很有嚼头？
我觉得这好像咬不碎，咬不会团啊。不会，咬一咬就可以吞了，必须要有香味，练牙口，这种口感好吃，很软哦。懂车。咬2下又像化了就没了。其实你讲也软，不过佢咬下有嗰種脆度，有脆的就糖到你那種嘎嘎嘎嘎嘎上。嗯，其實我真嘅發現哦，無論啊你行到哪邊，就像家等下對我會行落來，其實啊我會嘅體格啊，幾路行動到一點，動到一年，不過加上吼嗰種土地好食嘅東西，全部都喺下嘅烘嘅地度。對，都在烘。哦，咁唔係緊實嘅人哦，唔喺下特別。對對。故說你係緊實嘅人。哎，对，巷子里面的美味呢，都是内行的人才会知道。这也是我留下来的原因嘛。刚才也讲过，就是我特别喜欢用美食来去了解当地。像北京，你看，居然北京建都，然后这么几百年，从清朝到现在，肯定有留下来很多传统的好手艺。那我就会想着试着去发现它，看看这些手艺传承到现在，它到底正宗的老字号几百年在这里。它到底它的口味好不好吃？为什么大排长龙座无虚席啊？不過你像了解按道，你看北京這邊其實佢哋嘅 sales 其實懂多種嘛，吼，但像係一個報道，看你了解按道，你是有嗰種分享出一本菜講，對啊，我寫書或是什麼？我很喜歡說，我吃到一個我覺得很好吃的，然後我就會寫博客。或者寫微博這邊部落格這樣，對，口說無憑，但粉絲多不多？粉絲哦，還好啦，還好，幾多人？10幾萬這樣子。乜嘅？你講講咩？10幾萬啊？騙你哦，真嘅啊！17、8人哦！哇，哎，排誰啊？蛋哥，排誰？故說你就應該給蛋贏北京，你就。要低度下給全部就係你啲北京市嘅好食嘅東西，對，北京大概吃了500多家。蛋贏北京曾經都有名，讓4年開始寫文章，出蛤蟆是為到嚟記錄你行看到嘅東西，冇想到佢嘅10年記，才變做咧名有情美食嘅寶典。蛋哥佢講，除咗詩之外，佢仲對當好奇嘅演出。好美食後輩嘅故事，透過店嘅歷史，了解食物同生活嘅連結。佢唔單唱係真真實實嘅金絲客，咪係啥欣賞美食文化嘅傳播人。太矮呀，就企喺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嘅地方，你看到人後邊嗰隻鳥巢冇？真嘅動態同壯觀嘅，還有一個水立方，地度就係人抽水比賽嘅地方。想象一下，剛才2008年時間，所有國家的運動選手、頂尖的運動選手，全部都聚集在這邊比賽。嗰當時還有幾生態的時間，但那個哈，要邊範圍啊，真嘅動態咧，超級大。應該哦，迄個哦，行路啊，啲啊青鵝背你一天，要超過1點鐘吧？要，可能應該要，沒走過，但是超級大，1個小時。唔講人呀，看到一條建設。嘿，你剛當時來到北京嘅時間，就全部都還蠻氣候的嘛。那個時候給我的感覺是比較讓我跟首都的那種一個大國家的首都的印象有點落差，就比較好像不是那麼的時髦，然後也沒有那麼多的大樓，然後大家好像比較慢慢悠悠的那種，好像。可是那個時候也相對會比較有老北京的那種文化底蘊的那種感覺。不過呢，像08年之後，因為那時候的北京讓我感覺就是發展好快速，因為它為了奧運，然後各種建設。你看03年的時候只有2條地鐵，我等到我07年來的時候已經有好多環了10號線，然後一直到現在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幾號，已經非常非常繁榮了到現在。但是呢，整個餐飲啊也是非常的動盪啊，什麼西餐各國家的，然後快餐，然後包含什麼網絡上送餐啊、素食啊。然後大家求新求變的速度很快，我覺得越是這樣子呢，大家越浮躁，越不會去回頭看自己曾經擁有的小時候的味道，就越來越會忘掉。這種東西我會隨着城市的發展還有拆遷，我會覺得好像
越来越少。以前呢，因讲要熬汤，熬一锅汤，可能用买个太骨头啊，然后熬10个小时，对，这样做的熬出那种汤的鲜味。对，现在倒2勺味精。他讲，对，我也很试图想要从这种爷爷奶奶的口述中，然后能够在北京找到这样子。不过呀，真的越来越少哈。对，就像我讲的嘛，大家都往前看，往欧美看，然后看哪个东西赚钱快，看哪个东西能够连锁加盟发展，越来越少去回头看真正自己的老字号，或者是小时候吃的那些东西。一只上司为按那个用诶，听着有几个历史脉络，时代嘅进步虽然本上司有了强强嘅外表，不过我要按讲。都係潮白嘅文化天天嘅貼出來嘅，老文化係神化嘅基礎，喺隨時嘅進步下，文化嘅存留係卡重定唔重視。單單講神化嘅節奏做得夾，佢當享受一種貼貼嘅無限。不過腳步應該慢下來，詳細品嘗底下的強強嘅土地檔耕耘嘅美食。歡迎光臨！哇，行落來就皮都香味嘞。真的嗎？有聞到哈？有食物的香味。是咖啡味還是菜味？有飯香味，飯香味。對啊，這是我老婆叫 Vega。你好，哇，蛋嫂吧？你好，要面還有一勺。這裡也有一個。這也是。這我女兒。你妹？誰妹？叫彈珠。彈珠哦。嗰種淡淡的女兒就彈珠就係。淡淡的掌上明珠。掌上明珠，哇，一家人啊，這也是算是一家人。這個正在路上，快要出來。現在幾個月了？6個月。哇，那很快咯！牆壁上都貼滿了很多，這都是客人的照片嗎？那些照片就都是熟客，跟我們互動熟了，我們就會給他拍照留在上面。連那邊還有台北嘅書。對，這邊一排全都是台灣的書。在台灣，這本帶過來啊？這本是最值得看的，真的。你有買過？對，因為是我寫的。連面皮都盤哦。哦，看到冇？你還台灣米跟滷肉飯呢？別的客人帶新的客人來，然後在門口就講說，吃滷肉飯，你帶我來個咖啡廳幹嘛？滷肉飯比我那些什麼三明治啊、意大利麵賣的都多。看一下，要看下台北嘅好吃嘅東西耶。對，其實我是因為離鄉太久，其實會發現其實自己那麼的深愛台灣，經常會吃不到台灣很正統的家鄉的東西，一些腦袋裡面沉澱出來的那些記憶啊，我就很想要分享給這邊的人，所以也是這邊的出版社找到我。然後想說好，我就先以台北為第一個大家都認識的城市，然後寫，對台灣嘅思念的一種解心心思的那種感覺哈。跟人家賣東西都是台灣的東西嗎？第二家嗎？我們店很特別，台灣的古早味，滷肉飯、鹽酥雞。對啊，你會覺得咖啡館有這些東西很奇怪嗎？喲，超好。因為我很喜歡做東西，然後我又是寫美食部落客，他們就強烈要求。古說你要賣要特別吃到米頭的純正台灣味。對。一踏入咖啡館，就有一種溫暖舒爽、從地屋下溫馨嘅氣氛。點滴路嘅一轉一壓，都會淡淡歌老味家親身結起來嘅，味道就係本來廿幾年下感受到細細嘅幸福。該當時背上嘅創業。其實係對兩公婆嘅咖啡眼頭，故說喺2年前決定開店，實現自家對咖啡嘅熱情，為了家鄉嘅好美食帶熱來。其實這種咖啡，我覺得它批來，它批該挑的啊，老該濃厚嘅咖啡，批來米都會凍重。不過那個泡出來嘅咖啡啊，一吃落去感覺，可以吃到有啲嗰種
就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就像你讲的有的会酸酸的那种果香味的底度。不过讲真的，就一开始其实你会做一个，就像你刚刚有讲，你是 IT 男嘛。对。老咖啡，我喜欢咖啡，可能是你这种私底下在家里的热爱的一个兴趣，然后吃到好吃呀给咖啡。我们高中时间，真的就会因为喜好这个动力，就让你决定转业了吗？这是其中一点，就是我本来就喜欢咖啡，喜欢餐饮，然后我老婆也喜欢咖啡，她也喜欢跟着我到处去吃。那我跟我老婆在还没有开咖啡厅之前，我们都是已经是咖啡重度饮用者，就是随时都要咖啡，几乎就快要把咖啡当水喝。对，所以我觉得开个咖啡对我们夫妻俩而言啊，就是至少自己要喝，你知道吗？对，然后又还可以给朋友喝。2008年，拄好拄到公司转型，蛋蛋哥面临两大选择，一则是转到台湾母公司继续做，也是两一份遣散费，人外前条路。8年来的外派生涯，大半年是调动，就万家上市。等等年纪的变态，蛋蛋哥要决定现在自己相爱的人生，获得累积的工作资历和经验，一切对头开始。很卡奇要同感谢本阳嘅全力支持，此地上海当好嘅条路，两公婆同心合作，强下创业。哦，看到冇？现在台湾米嘅卤肉饭呢？卤肉饭，不过你北京遐边人有吃过卤肉饭吗？他们有听过，就是说台湾有台湾听说爱吃一个卤肉饭，对，就是别的客人带新的客人来，然后在门口就讲说，吃卤肉饭，你带我来个咖啡厅干嘛？我已经听好多次，对，真给人挂羊头卖狗肉。卤肉饭比我那些什么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卖的都多。因为以前我在家里面啊，就很喜欢请好朋友到家里面，我喜欢煮菜，煮菜的时候也会做卤肉饭给他们吃，或控肉啊，或卤一锅什么卤味都会有。他们就会想说，啊，你都开店了，我还是很想吃你的卤肉饭。那后来到后面，就变成他们帮我宣传。有别的朋友，他们可能也会 po 上网或什么，变成说，那我去报你的名字，可不可以叫老板也给我卤肉饭吃？那到后来就变成这样，那我干脆好了，那就卖卤肉饭，就把它列入在菜单里面。对，因为吃到该种米头啊，其实在这边你像 ND 北京家都没有去别个地方吃过饭嘛，有的米就会比较是否当地的味道。真你要吃到台湾米，你刚刚吃到一个感觉，就会有赚到台湾的感觉，就是有台湾的感觉。对啊，不过说真的，共都冲业吧，就是创业。刚开始，其实你在上海的工作，刚丹哥有讲到，其实那时候收入是相当不错，算是很稳定的工作。那你当时候他决定好说，我们来创业，你为什么这么可以毅然决然的就把那个这么好的工作给辞掉？蛋蛋是一个很谨慎的人，那我想，如果他要开口说要创业这件事情，他自己内心应该经过一番的挣扎，对，所以如果他已经开口了，我觉得就是支持他，然后一起去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力量才会大，因为我们各自有专业的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店，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都很把它当作公司来做。比如说该公关的公关，该行销的行销，然后工程的部分或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还蛮按原来大公司的方式在进行。真正在做的时候，一定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吧？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会告诉他，我期望心目中这家店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会有跟他描述，包含我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在胡同里的原因，然后我为什么会不选择街面店，北京会有那种酒好不怕巷子深的那种感觉，都会跟他说，我想要用木头，我希望尽量能够长成什么样子，其实都会沟通，所以到后面真正找到地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比较多的把东西放进来，然后因为他以前在公司里面就是在那个企划部，所以他对公关的处理，他会把我们之间的故事再透过比较简短的文字啊，再把它写出来。
就是两个人是互相在各自的专长上，都把它在这经营这家店说有所发展这样。对，可能是我比较胆大吧，我就想，其实我一直跟他讲说没有退路这件事，我们就是没有退路，你才会直接往前冲。如果你都把退路给想好了，其实是不好的。本来我是这样子认为的。他是我的退路，25000一个月呢，他把我的后路给斩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尤其在创业的时候，你先想到退路的话，其实，在很多的关节点你会往后退，那样反而是会比较多问题去发生。那我觉得就是来一件解决一件嘛，对。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已经做到你无可再做了，不能再做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会再给你另外一条路。对。对，当你有后路就不行。对。所以说这个 Vega 还是非常的有智慧。这么说，他毅然决然的坐飞机就辞职，然后飞回北京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错啊，我还是很害怕。我有那个时候我妈妈在台湾，我有打电话回去说，如果做不好的话怎么办？那我妈就很开朗，我妈就说做不好就回来投份啊。对啊，家里也不差你们这口饭嘛，那我还不是把你这样子养大。这种话听起来就很温暖，真给的。我会觉得说，好吧，老娘都这么讲了，对不对？真的有万一，我只能够把投份的家当最后的后路。对啊，人生就係自我面對嘅過程，對外派到創業，單單個享受品嘗人生過程帶來嘅歡喜，人講嘅思念注意嘅，就係對佢親好嘅形容。離開了點地度，人來到附近嘅胡同望一下，有人講。我認識落北京，就聽出來對胡同文化開始，也特別嘅喜歡，就從抗地老年冇來去嘅意見地度，古老嘅神話空間，保留得人民親現代嘅神話風式。你看一下這個，這個現在賣鞋海就是那個老北京的鞋子，亞種嗎？對啊，你看像這種。這樣還可以啊！你講因為北京人做嘅老布鞋啊。對啊，而且以前國家領導人也都是穿這種形式。那種老北京鞋。像從看到那種功夫鞋有嗎？練功的人就穿個長袍馬褂。也叫功夫鞋。也是功夫鞋。也叫功夫鞋。跟有一雙嗎？我沒有。你們平常沒做亞種嗎？對，因為我沒有功夫。老闆，為什麼大家都一定要有一雙這樣的鞋子啊？就是走路很舒服。它這種呢不透氣好。就人的对人的血液循环都好，它是麻线的，出去血液循环穿着舒服。为什么人家车里面搁一双，单位上搁一双穿着舒服？所以每个人他都有一双这种鞋。这个是没有防滑底的，但是这所有你看这紧成绳搓着。过去妈妈说的那个千层底，千层它这不是每一层的布，就是咱们穿的这种布，拿着米仓浆刷出来了，抹出来，然后它再包几层几层，包完了绞完了。再包边了好多層，然後手工再穿透了。雖然而家行起來哦，看起來有啲嘅嗰種，它商業化，就像有啲賣東西就係呀，蠻耐就看得到嘅東西。不過其實底下大概還有保留在傳統嘅東西。對，有一些傳統的東西。等一下我們還可以再往前走一走，然後看有一些再發現一些好玩的。對。一人蘇當拿定的就係老北京嘅船咧。對啊，喝喝看。哦，當不自縫定甜點哦。對，你要稍微這樣子搖一搖，因為它很稠。哇，看到底度很，哇，呀底度真跟凍牛呢。對啊，很稠。吃看啊。我們家小時候就這麼吃，午餐永遠10幾年來。都是麵條。我爺爺啊，要是我們家裡面吃炸醬麵，如果沒有毛豆的話，我爺爺會翻臉。呀，吃到一個哇油都要塞啊，有點小啊。還有，師傅啊，冇等一下哦，你要換班哦，本來。這麵條很好吃呢。
酸吗？酸，酸，可能个加有调试个甜的东西，哇，真嘅有酸呢。唔过好像吃落去，精神就来了。你像遇到一般奶食堂会吃那个东西，随时啊想就当饮料喝。当饮料喝，没事就买。我儿子也喜欢喝。其实呀，就像平常吃那种优酪乳嘛，对整肠健胃都好。对，因为北方人吃肉多嘛，所以喝这种东西也有助于消化。不过你像其他动体片呢，一罐的做得费数的吧？对对对，要还他。这是吃罐子的。对，如果不还他，就是多给他1块钱。哦。古早来到北京那边，要买一个酸奶，听说要买一这种瓷罐做的。对对对，肥做的。哇，最地道的老北京的酸奶。那边红那个肉脯汤，然后又试点那个老北京的酸奶，冻玉米汤，冻酸。老脯汤要按上瘾，就是因为佢係當地居民生活嘅一部分，係個係精神發展研發嘅重要舞台。搭翻去台灣，就做到感受到馬街嘅生活。韓國對丹丹哥來講，天然期留一隻故鄉嘅，係有另外比些很感濃嘅情感。101號嘛？對，101號。那邊105號。對，再往前。所以這邊是單數號嘛，所以再接着走就是應該是103了。而家來到一個地方啊，大家開始就會講阿公以前老人講的嗰種，這時節老人講的嗰種更凶，老人凶的有整差嗎？有差別嗎？有一點，現在比較繁榮，像103了，所以再來應該是101了嘛。就是他以前生活的地方。對，但是呢。前面給的嗎？不是，也不是這一間。前面沒有了，我得帶你們從另外一邊走。你有冇講？因為這裡我們就，唔係呢？這裡變51號。係啊，103呢？應該就然後51啊，103跳到51號。咁你阿公也不開，怎麼辦？應該好似來請的時間就會按呢。對啊，請不到。所以後來我又跑去找我姑婆，她的媽媽以前就是跟我爺爺他們一起住，然後才講說要怎麼走。剛才那51號也算了。沒，你阿公以前也不考。對，就是從我們這樣轉過來啊，這一整的全部都是我以前。規排都調前改變。對對對。暗床哦。對。以前跟外算動態呢。對對對，有那種1進2進門3進門那種大的四合院。對，這整個都是，因為它坐南朝北嘛，我們現在往走的方向才是北面，所以門是在那一面。那剛剛51號那個其實是後門。有不會？開門應該係第2片啊。對，其實，看起來這就是你看101號。正爺都嘞。對，101號。那其實在過去應該還有的，但是被這個切掉了。啊，對，照理來講應該是很凶，奇怪呀，按胎嘅部嘅應該在門口沒動態，應該是要蠻大的。其實你對那種，因為你細時節阿公투胎嘛，小時候給爺爺帶大，對那種阿公嘅回憶應該是很多的。對，超多的。那他小時候有沒有常常就是讓你講啊，喺啲北京的生活牛滿？他常會告訴我說因為他3歲就到北京了嘛，就在北京念書。他們因為家裡面環境比較好，他們就會去念，他們叫私塾啊，私塾。然後每天下課的時候穿過胡同，我在想是不是就這樣子跑回來？對，穿過胡同然後回家，那門口就會有那個總管就會喊說2少爺回來啦，就一路喊進去。對，該沒天樣地圖張寬的抖音畫面嗎？對，然後他爸爸過世的時候，他媽媽還有就是他的爺爺，他也是給他爺爺帶大的，他的爺爺就會不准許他放學以後出來跟胡同裡面的孩子玩。我爺爺都會告訴我說，他小時候想放風箏的時候，就是在院子裡，然後讓傭人拿竹竿把風箏支起來，然後在那邊放，就沒有辦法這樣跑着放。但是我曾經進去過，院子其實還蠻大，應該可以跑起來。對，反正我估計以前就是他在院子裡面放風箏，然後像小的時候，他會教我很多餐桌的禮儀，就是吃飯的時候啊，
那个要以碗就口啊，然后要夹面前的菜。唐人单单哥讲起来，有关加工萝卜的回忆，老北京的神法都将变作影响引导老师地图，对佢嘅发地图层层嘅感受到对加工嘅思念。一下佢咪到来北京神法施工年咧，单单哥讲，一下回想起来，自家都知道不可思议。可能上次与名正经东南北亚，不过除了东部嘅萝卜之外，单单哥第一特别没请到了另外一只，算系加工嘅记忆。不过到底系乜嘅东西，同佢暗思念，很巧来看一下。老伦哥，大概亚洲的炸酱面啊，嘿啊，一般的炸酱面唔系安尼吧？因为摆到暗都给穿啊。我们家小时候就这么吃，早餐一定是吃粥，午餐永远10几年来都是面条，晚餐才有米饭跟馒头。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可悬了。我们家曾经试过，我爷爷嘛，我爷爷那种大老爷，你知道，都是只换我奶奶做菜，我们家做菜都是我奶奶。那个时候呢，我就曾经我奶奶用过那个甜面酱去炸。然后我爷爷非常不满意。最后我们家我10几年来吃的炸酱面是什么呢？炸酱油，用酱油去炸肉，炸，它有那个葱姜蒜啊，一去熬出来，一直到我爷爷后来那个不是开放两岸的嘛，然后我爷爷带回来，我还记得一个白色的塑料桶，有盖子的。那一次我回去，我爷爷就说：“我给你看个宝贝啊。”白色塑料桶拿出来，端，打开，你看这，你看，你猜那什么？我就看一坨像陶土一样臭臭的，然后这什么？我跟你讲，老北京炸酱面必须要用这个炸，我给你来做一碗，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北京炸酱面。大概我13岁才吃到，过去这10几年来，我每天吃的是炸酱面。我爷爷啊，要是我们家里面吃炸酱面，如果没有毛豆的话，我爷爷会翻脸的，你知道吗？按洋葱啊，为什么没有毛豆？赶紧去买。就听出他有一个谜头，就是这一味就对了。对他可能觉得咬的时候要有这个，反正我爷爷非常坚持这一个。呀，吃到一个半油都要塞啊，有点小哦，怎么办？然后放酱啊。呀，咩全部不用弄油吗？要不要用咸吗？这个酱，我觉得这个量应该不会咸。这个量你的稍微，你做的咸吃惯的吗？可以，我是就全部下去的啦。还可以不要这样子试比较好，有点咸。对，不过有啲像那豆瓣酱，米头，不过有很多那种肉的香味啊。这个肉啊，一定要手工切，不能用那个绞肉。你会拌吗？这么慢？拌有难度吗？你拌吗？还有技术的拌都每个料每只有出来。要小部分的拌先。哦，这边冇蛮会拌的。但你不给他吃个外面按台甜甜吗？我从小吃就比这个还拿台湾，用台湾拱啊！还有，师傅啊，冇哦，等一下哦，你要碗拌哦，不爱，要不，我不会拌啊。你讲第二片是全部都要自己夹啊？对啊。要讲鸦片有的师傅给会让人夹好啊。我小的时候也不会拌呢。我小时候等我拌完哦，我爷都吃完了。这样子调起来拌，你要有点一滴一滴的呢。对。哦。我知道要叫要跟每一种乐趣。对，你要这样子的话，就会往外出来。你看，马上就好了哈。做起来吃快点。吃快点。还知道要跟面条总重要。那面条很好吃呢，其實那種很 Q 啦。其實咬起來有啲個香跟米奇蒙用誒，不過比米奇蒙鹹啊硬掉誒。以前跟你印象裡都啲台灣嘛，有試過按那個炸醬面。對，味道不一樣。
还有加个料咩黑啊，连吃到跟那种胡萝卜感觉也没那么脆，小黄瓜感觉也没那么脆的那种感觉。咁所以其实你像你应该对这个食物哦，其实是懂讲究，然后其实也蛮挑剔。对，跟阿公有关系吗？有他，听说他以前也是那个好日子都过遍了，什么大鱼大肉都吃过了，所以他也会经常在餐桌上面告诉我们很多那个礼仪礼节啊，还有一些菜啊什么什么的，哪里出什么菜什么特产啊，然后他待过什么城市啊，那个城市什么东西最好吃啊，也经常跟我们讲。蛮耐喜，蛮耐食，本单单个亲难忘的是一碗北京炸酱面，因为啊，跟阿公阿婆留本嘅亲温馨嘅美食，一碗看起来简单嘅面，保留东东人写世界嘅记忆。係講為到赤肚包，嘅師傅單槍就係師傅天天，係講做的老技強用，享受生活，享受美食，嘅師傅就有嚟故事，老回憶。欢迎，哇，哎，我妈妈。阿姨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哋要唔要托菜啊？对，哈哈，哇，哎，一來到都好，天數睇住托菜啊！我他說的話，我啊準備哦，氣數不手忙腳亂。因為阿姨來一片夠幾久啦？待4年了。哈，你們來一片聊天啊？沒，媽媽是來這邊陪你住啊？对啊，对对对。如果說啊，現在阿公還在的話，你最想跟他說什麼？很多過程我希望是能夠跟他分享，包含我的小孩出生的時候，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希望我爺爺奶奶能夠看到我的小孩，因為他。幫我帶小孩。聽出生意嚟啦。哦，因為退休誒，都台灣也冇乜事情，啊佢講牙本有一種樣，來拿聽書，同我講請你做咧，佢講做唔得啦，你時間要聽翻啲啦，而家要請保姆啦，啊嚟聽翻啲。我怕小孩以後講普通話，跟我講什麼河北音的普通話。冇去嘅。我講啊，古早其實係媽媽來到那邊，自家塗係清風型嘅哈。還有四個東西，沒聽到。唔好曬。4年前，甜甜淡淡老尾家嘅聲音出世，董媽媽來到北京照顧細孫呢。本兩公婆做得專心嘅打拼事業，董媽媽留對兩公婆嘅支持。專做自己嘅行通，佢講也係做阿伯嘅人，為伊做得本身嘅支持和鼓勵，使我聲音做得順勢，牽動人生新嘅方向和目標，計尾就有價值咧。喺董媽媽嘅身旁，我看到嚟做阿伯嘅愛和美態。阿姨，我最近做暗豆菜，很多人做啊。呀，請了我一套。青米頭嘞，炒炒香菜，炒香菜。哦，你暗不會煮呢？你之前有去教人做菜的嘛？有。真嘅呢？你啲台灣，你喺本單一塊是自家好煮的嘛？自家煮豆烤啊，喺台灣細嘅時間，落下用台薯片，有嘅美國的雜誌，日本雜誌。誰負責誰開始主婦的生活，或者是金 club 富人俱樂部，我就會去翻那些做菜的。以前喺老媽媽天數煮俾弟弟妹妹吃。也做也有興趣嘅。後來我媽媽就全部搞過來。但你知道要煮菜哦，輕快樂嘅事情嘅嘛？做大家老菜是香香，
哎，你做情怀，更有成就感哈。哦，真有哦，同阿姨啊，记得刚开始啊，老人讲，然后过去中国改变创业、并体那工作的时间，唐豆牛嘛有感觉。啊，讲好啊，拢好啊。不过靠你清楚哦，创业的时节做生意，要有更有失败的打算。唔係講特做生意吼，做會成功，做會賺大錢。講佢哋啦，啊佢講佢兩公婆合作啊，兩公婆出錢，係講好啊，按當好啊，唔是靠我看。雖然講用再講支持佢條，其實伊個成關度未會少嘅。會，當然會啊！佢做阿妹是心情啊，你是唔是一定會啊？嗰陣時老佢條講喎。冇，啊就鼓勵佢講，好啊！佢兩公婆應講兩三同心嘛，鐵不成金，喺你行業有一樣法，所以佢講就鼓勵了，媽，所以。就是夫妻同心，其利斷金。但是客家話一講，鐵會變金。對。我剛開始講，你過來鴉片一開始就會想要攞幾條天數土生嘅安尼，按你嘅想法來到呀。我過來鴉那邊，唔像喺台灣嘅時間，我看應該朋友同學。啊係，兄弟姊妹啦，朋友啊，同學，50年前小學嘅同學還有聯絡。來到鴉那邊以後，冇咧呢，冇辦法聯絡，冇辦法攞幾條。種可以連沙打在一股啊！有啦，第二邊成發更唔會無聊。我會用 Line， 你會用 Line？用老同學聯絡你。FB， 全部會。FB， 沒會。會。Skype 視頻跟他同學。跟美國的同學也都非常。但是一開始他弄錯邊啦，人家一直看那邊，他說你看到我。很奇怪，為什麼我的鏡頭？看不到，我看得到他。那個好像是你房間吧？他看不到我。可是你說哈，就算說周德安呢用天發來撈幾條聯絡，唔過你底下那邊，朋友，你從底下那邊出去買東西啊，嘛該完全是就懂上手嘅環境，你唔會唔關哦。梗唔會啦，因為我哋咧畢竟去新嘅，到那你會成班行下去買菜就會堵喺到底的，我用微信裡頭就有一個群，就會聯絡啊，從生日去幼兒園讀書啊，有嘅乜嘅親子活動嘅時間，我就會老師講，我沒參加，因為帶生日嘅兩公婆冇閒啊，我就帶生日去，給園長就講，奶奶，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台灣菜然後我們大家交流一下。我說可以啊，就找個油飯啦，三杯雞啦，客家小炒啦，煲一樣嘅用嘅湯，記得食得很好食咯。顧總這樣子做下，你就出名誒，這個邊就出名。到幼兒園我很高級就做三杯雞，食材係乜嘢用乜嘢東西，用嚟做飯搞記得。特別就主動多衰嘛，就過去時咧記得，就係個阿姨啊，拿過去個就有空聊一個，你是哪一家餐館的？阿姨講，沒有，我哋係給小朋友的奶奶炒嘅，哪位朋友啊？就做得賣嗌冇，我話說，給賣佢親子，又有媽媽說讓我買菜，佢好啊，佢做菜，做外嘅菜啊，就攞佢撞到微信那個就發到群裡。你講迄個相片啊，嘛個？有相片啊，有不記得要抵啦。就像菜單，比如說三杯雞多少錢，他就列一個清單。對。哇，真嘅有強嘅哦。奶奶中午是沙茶牛肉嘛？對，因為給人家講嘅沙茶牛肉，叫沙茶牛肉，嗰雞腳啊，就會嚟講是。幾點在家等？幾個有冇話講一多點？呀，你家給發本嘢嘛？對。顧總，你等下還要攞佢送菜過嚟。我送菜，炒菜本嘢。哎呀，幾乎每天，有的時候我會盡量跟我媽講說，最好讓人家因為現在有一點量嘛，我要讓她說，你當天不要接，你接前一天。都是前一天們都預定的。那麼他
一天到晚跑菜市场，哎一天到呀晚跑菜市，做场。到生理暗好暗胎了。穿飞机都是家里的小姐来北京短短4年嘅時間，董媽媽感受到北京嘅熱情。作為台灣客家人，做嚟東京嘅好菜，每老按你嘅好餸意分享陪面沙，可能係家出到東好料理，本單單個上少嚟對美食嘅感受力。比個懷歉，現在來到北京生活，對單單個一份人都係全新嘅立場，對五官都適應，隨時觀察，上網去做。啲記錄嘅成功，係看到了客家人認真努力生活嘅堅強、老毅力。你会不会常常在就是一个人像一个人出来走路，或者是说一个人在晚上家里自己喝杯小酒，常常想到当初决定留下来在这边的这个目的是到现在，你觉得是对还是错？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给我自己的答案还是对的。对，至少，虽然离乡背井哦，虽然会思念台湾，但是呢，我发现我更爱台湾。我发现我好像离我爷爷更近了。如果说啊，现在阿公还在的话，你最想跟他说什么？其实我蛮后悔，那个时候他来北京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对，他也是他没跟我讲也好，是他想要自己来也好，我想他应该没告诉我们，他甚至没有告诉他，就是我爸爸都没有，他就自己来。我想他可能也在寻找他以前的记忆。当初也不知道我会来北京，但是确实是我觉得很多过程，我希望是能够跟他分享，包含我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希望我爷爷奶奶能够看到我的小孩，因为他一直希望我长大成人，能够再抱到我的小孩。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说，哪怕是推着轮椅陪着他在北京，然后在现场，他能够再重新跟我讲他小时候的经过，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你是才知道这种亲情啊，这种东西，很奇妙。最希望的是，如果有钱能够把老宅子买回来的话，或者是哪怕是租回来，我觉得对我来讲意义应该很非凡。互動地度嘅幫人老師誒，就像係阿公，一直點點嘅總定落牙木，唔是離開。喺另外一種時光年來，細個遇到嘅嘗試，單單個清明現在喺啲北京，繼續舒服地記錄阿公嘅記憶，也嘅佢閒卡曉得啲追求夢想嘅過程地度，真下佢有嘅幸福。短短嘅相處，我感受到單單個一份人嘅熱情。大家笑面都層層地流到我嘅心肝度，祝福佢哋有閒卡美好嘅幸福人生。